天理的都两边没有了走，天理的变作是才给蔡依婷，因为两边有火山，因为两边有河水。两边做的太厉害，可以看一下心情太上升了，轻声细语，轻轻踩踩，走得前面动一大东西。一老外，没有外，一老外。天理的都两边没有了走，天理的变作是才给蔡依婷，因为两边有火山，因为两边有河水。两边做的太厉害，可以看一下心情太上升了，轻声细语，轻轻踩踩，走得前面动一大东西。那去倒卖当好势？那去倒卖当好势呢？阿弟，紧看电视，紧看电视，迄爷爷上电视呢。哪？爷爷呀。この度はファンの皆様並びに各関係者の皆様に大変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ことをこの場を借りて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我就知影吼，伊毋是歹人啦。一部報道になりました台湾に行った目的ですが、母は台湾人でして、幼い頃に離れ離れになって20年余り。我甲你讲哦，我介意偌马一个，你知道？我两个啉酒拢菜惯了。一目会いたいと願ってきました。残念ながら母は亡くなっていましたが、しかし台湾で母の面影をたくさん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行ってよかった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では質問ある方。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我非常感谢台东幸福里的朋友们，以及高长伟警官，还有帮我圆梦的钟文慧小姐，我非常感谢你们。哦，我出讲一下诶，哪是来啊？呀，听讲有一家 fans， 我来聊聊呢，你们小会都会景点哦。真的啊？嗯。境外应该用个妨害公务的罪名，老家就全部杀起来。你都来做的嘛个啊？嗯。应该特别感谢你嘞。哪有个啊？就可能哦，日本人较有利的，无个啊，就像对去边个飞行站听听啊。淡差人来哈。你有听小慧讲的啦？看卖啊。伊讲，迄个老爷爷伊妈妈的东西交本去的哦。哦，对哦。给举手之劳听听啊，哪有嘛个？侬个上都用会做哦，佮用是睇下你老爷爷当做迄强奸犯。但是严重了安尼想啊，无论佢做乜事情哦，伊安尼人呢，用法来讲，迄应该对七搞做嘅事情负责任呢。但是用钱讲，加上来做得了解极为艰苦。
你想看哪？20年的，我总来讲，来了比嘛该年啊，嘛该愈啊，像你无所事的，安尼辛苦落来。再要讲，其中来加下长地，加妈妈过生的，要痛苦的。比如说，有马上做的天数，研究过迄天数啊，怎么？嘿嘿。该给你的10万日元，回日本后，我会请经纪人汇给你。不过，先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不要你还给我，直到我去日本之后，你再还给我。这些，请帮我放回维纳的盘子。为什么？这个我们好不容易拿到的耶！我找到的比这个多太多了。我找到我妈妈关于我维纳的一切。已经在这里了，你不会忘记的。就像外婆一样，你也不会忘记的。好，我会帮你把它放回去。可是，你不拿什么纪念吗？就这样。
让他们无以原处吧。反正又不是再也看不到了，我还会再回来啊。嗯。或许明年春天吧。到时候我忘了路，麻烦您带我去蝴蝶蜜巢看蝴蝶了。你会回来？もちろん。ここは第二のふるさとだから。Sa Hadira tu hatu. Handira hantu. 大哥哥，带你回来，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很棒的歌手。李中峰没有？挺好啦。哎呀，我说男主阿比，蛮事情哦。你做咧讲较慢调的无？嘿。唔对啊。唔见摕了。跟哪句啊？好，安子生，俺俩住起来，安子生。所长，我之前忙着找小慧，就把那个嘎比放在里长家。刚才里长婆打电话来说，咖啡不见了。我怕她肚子饿，我先去找她。这个高尚伟啊，刚来的时候散散的，什么东西都不在乎，现在会紧张了。当然喽，他吃了我们的米，就会变成我们的人啊。我好像紧张过头啦，一只小山猪可以跑到哪里去啊？我才刚刚要说，我刚刚回来的时候，隐约看到李长伯跟那只小山猪在电工大桥那边散步，画面很温馨。那你刚才怎么没讲？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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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哪个？好。雄哥，养的喏，也十下呢，都带着阮面目的过。迄咩你条街来讲嘛个？唔用我第一件事情咯。咩啦？安尼又讲我亲戚啦？唔对我讲嘛个？无那讲。也再做一次。但使唔拉起冇，我可能咪家底會好窮嘅本件。
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嘎造啊！生日你们可以唱一些比较快节奏的、快乐一点的嘛。快节奏的歌。1、2、3。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历来乱没有我跟文怡2个人要吃饭，他生日，然后你唱什么分手？快节奏对啊。我唱完我放假。好了，拜托啦，全幸福里你们最会唱嘛，好不好？要不然你说嘛，你要什么样？小慧帮忙想一下。啊？我们唱。反正我姐喜欢飞，就唱有关飞的好了。对啊，不然我们来唱跟飞有关系吧。飞哦，飞的嘛。让我飞，让我飞。好，算了，欢乐年华就好。生气。好了，我们会帮你唱一首很温柔的歌。安姐。安姐，對，大家都要。哎呀，去帶哦。Birthday to 温怡。仔啦，紅燒啊嗬，梗係挺好嘅啦。今天阿婆啊嗬，喺長塘就全部留本了。唔是的啦，係啦，阿文有兩啥，做腔做出好嘅。哦，冇安嘅啦，厝邊上去開同樂飛，感冒啊嗬，唔可以而家跟文怡做生意，係冇騙啦。一些是女啊嗬，喺長塘一天晚嘅啦，有神法很無聊，他講伊攏上去看好戲啊。佢做唔得啦，也希望了尾嘅氣氛哦較好啲嘅。係啊，嗰時我因為講係見邊眼補頭唔做生意嘅，佢長塘全部留本啊。安是這樣，安姐。唔是客氣啦，啊，錯啦，阿長 TV 啊嗬，係使用成本價就好，用錢用。用錢聽聽哦，佢吹。佢吹唔放心啦，一定不會滿意嘅。可能啊嗬，順便求婚好嘅啦。大家要忙得死的啦。這樣練得怎麼樣了？正在練呢。那都布置好了嗎？差不多了。好，加油哈！安姐，拜拜。拜。喂，是，收到。现在。好。闭嘴。没有。所长叫你回去说咖啡店有急事。现在啊？对。放假你就回去看一下嘛，搞不好没什么。哦，好了，我马上回来，晚上要拜托你。好。没问题。高尚伟。2天哦，我帮你带3天呢。好了，拜拜。好了，拜托了，拜拜。阿文怡。來啊！係啊，大家呢邊有先差唔多cham好嘅，嘅暗補條就唔會來。周末跟唔會來啊？呢邊發生事情有用啊？唔會啊，唔可能上到安全，唔會用對用啊。乜嘅意思啊？咩乜意思咧？錯啦，嘅暗補條哦。兩場鄉下迄個安姐嘅改編示範，內邊有挺好嘅，個設計咧也算唔錯嘛。周末跟我停意啊？真係假的啊？那唔知哦。有一個親長嘅節目嘅，根本你上面啦，迄講也冇批練技示範哦。比聽說會懂什麼嘅？
按吹歌，希望啊。條師妹呢？你咪吹嘅阿婆啦。好啦，要唔要去啦？我記得啊，嚇。點解先行嘅？拜拜。拜拜，先咗哟。好啊。拜拜。拜拜。喂，喂，伯恩，我去叫你啊。我去叫你。新年快樂！安全些。阿本，你喺希望記啊？我過嚟看看啊。廿3年生，未有佢爸嘅，本來唔可以留下來，你攞人數。係喎，係。原本年，我看來係這樣樣。nghe thằng con bà vì trong xã kì mồ hi không mong lão còn kì mà vì một tôi ở vì đồng anh thôi không ngay đồng kiang亲密感苦。阿比欢迎你，这种事要是调来早就讲了，时间不要超过因，到这里用个叫。
像去做的，含要记得了解嘛，变慢的。不过，你对亚比所有的年，还有太太细细的事情，却一用心的用的啊。用心的用，给做孽一本人看呢。哎呀，唔知呢。安用飞机艰苦，咁好。我喜欢多，生日快乐，再见。现在大家手边的资料有猎豹专案小组从各地拍回来的照片。杜奕荣的行踪不定，在台北、新竹、台东、台中、嘉义等地都出现过。不过他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超过3天，显然他对警方的围剿特别的警觉。所以当我们专案人员才部署好，他就逃到下一个地方了。目前有几起命案已经确定是杜奕荣涉及其中。他跟一般的枪击要犯不同，杀人手法利落，一枪毙命。所以各位同仁在围剿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另外，杜奕荣生长在台东县幸福里，小时候他的父母离异，是祖母把他抚养长大的。我们现在现场也有一个幸福当地派来的员警高灿伟。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高灿伟，叫我阿伟就行了。其实我到幸福里的时间也没有多长，不过就地形上的熟悉度，或者是有需要当地的民间团体来配合的话，阿伟，你这一年很红哦。别再亏我了好不好？我都已经快被杜奕荣搞死了。还好有老爹罩你，把你叫出台东。不过你在台东那边表现也不错啊，像山老鼠还有日本艺人的案子，你都破得很漂亮。是吧？这么远你都知道，你是买眼线的，好可怕哦你。说正经的啦，盯着点。杜奕荣的案子，如果你可以破案建功的话，说不定你就可以请到回来。呀对嘛，酒无啉，全村的都爱喝。泡茶哎，泡茶，出来，哎，慢点，马啥？从那个什么？等一下，太保的，太保的阿包的呢，你也都唔识嘿么？我做山东人伊的。吴琼啊，是报吗？太保的，你是才一枪呢，这就大毛的
深到我死做迄深到，我当堂讲，空中难调戏的，喏，天天就转个推动的。我阿婆过身为5年了，时间算也没差唔多嘞。怎个拖下去，我强，那位无命互减加骨。系啊，我安尼相亲好啦，人家都做自细年吼，做得有安尼事。有乜个做得我天数的无？爽快，我金币来钱，就会为咱天数。你应该很啦哈。这当然的呀，迄人家就推动的教父呢，状况万一要唔对，迄无到去中间桥的吧，这我就会神一样来做，也个恩情啊，外表我心肝肚啦，唔怎讲？我想要过去年啦，我伫省里有做到嘅，老爱请一条船的，做得冇？这哪有乜个问题啦？是讲吼，交情归交情啦，做安尼生意无钱也行唔通啦。一般行情来讲，我20万啦。咁啦，通少咧啦。阿娘，500。哈哈哈！你也有谈到，太保的就系太保的样啊，伊开做做500。冇唔错，你老爱准备500，我想要带过去。你还乜个意思啊？500万买2条命，还有了着，你变生变死买来的东西，唔会贵啦，哦。哎呦，唔攀得了啊！太保的，唔安尼讲的，挨骂法好讲。好啦，500。嘿呀，跟那样子者，同我看你来装做的。你2礼拜有算的吗？当然有的呀，我强马留就强出啦。我就顶你无穷哈，请哪沙里了？太保，你是听久的，我没顶你唔好吃亏。廖家伙，天天我没请久的，哎呦，送本做纪念。唔是啦，唔是啦，你看专业啦。我也做语言的，我唔想不到安尼啦。我还会同联络。嘿，太保的，我来调两位小鬼去同天数。你看多看嘛，天天去啦。
爸没有好着的嘛？哦，好着咯，前面我想统一来啦，马祖婆拜拜，哦，讲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神梦呢？明白。啊，今年你嘞有看好嘛？系嘛？行我去问一下先生。哦，假使讲有需要帮忙就去帮一下，是安尼啦。哇，是有专题组帮你翻图哦，整个地皮都好像掀开了呢。还做基础啦。哦，我自己一个人弄的啦。哦，看不出来你力气那么大，以后我要小心一点哦。他在台北，是不是我生气？也是啊。哎，你今天下午一个人巡逻哦。还说嘞，要不是你们家委去台北受训，我也不用超时加班啊。受什么训啊？他没有告诉你吗？哦，也是啊，因为那公文来得很急，他一定是来不及跟你讲啊。啊，受训哦。哎，受什么训啊？好，我口很渴哎。好可爱哟，是好吃啊。左下角那一只。快一点啦！姐，你可以放进去了啦。姐，可以把它放进去了啦。哦。哦，今天很晃神。哪有？哦，阿伟哥去台北受训，就这样失魂落魄。如果他调到其他地方，那怎么办？他会被调走。搞不好他去台北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啊。什么怎么办？你不会去台北找他啊？他受他的训，关我什么事？哎呦，姐，跟你讲，感情的事情啊，就很像吃火锅。如果你想要吃芋头，你把芋头放到火锅里面，结果你一不注意跟人家聊天，芋头就被人家拿走啦。还有啊，如果芋头放到火锅里煮太久就会烂掉，你也找不到哎。中文会，你在讲什么啊？这比喻很烂哎。是吗？所长，上，准备。阿伟啊，去台北啦？不是，是周杰伦。说你怎么面对我？那个秋风漫长的怒火。对不起啊，天气这么热还开这种玩笑。还好有阿伟，魔鬼训练这种事就让他去就好了。
哎，喂，哎，你在忙什么？要不要帮你？不用来，快好了。啊，我不在，我很无聊呢。无聊。嗯。那就跟你的同类玩。啊？同类。同类啊。这小妹，你冷不冷啊？早就老人讲，无人家去负心切，人本来做嘛见咯。係咧，唔要攞錢過唔去做嘛嘅咯，唔搭陣嘢，根本嘅孤兒嘢嘅錢係哪來嘅？你阿叔去包工廠，哪困去上？無做係我邊上邊去，攞定風險春來嘅，係冇朋友咧。應該全底啊，跟底嘢做好嘅，發達嘅先。哪按叫嘅，一冇出賣嘅事情。應該冇想到，唔會做人惡錯嘅事情。販賣人條呢？良心，用個暗頭，你還有錢，還有目證哦，我都係無猜無識哦。也係市場嘅事業啊，嚟做生意嘅，一無乜嘅唔錯啊，就個講。人無去做，拼人嘛會衝定做完，唔看面兒就會好。見到什麼嘢，我一無去頭，一無去搶，佢要就欠錢，我聽數佢要就，本佢就買一個好家私，本佢就有好食，有好吃，有錢好拿賺去，我按你做。因為係真真當當到去做生意啊！但無去老人講很多，有一年，千基本嘅自由，千基本嘅權利，我唔會再個本莫法莫天啦。好啦好啦，我講嘅啦，我還有一件事情啊，我老唔講，有件事情。對唔對我最有好處，我保證我本身嘅。乜嘅事情？你想我作眼包嘅？杜玉龍，杜連，我做啲你聽我有興趣，聽講唔作到阿包嘅話，一提供1000呢，唔簽我簽乜嘢？做嘛該簽嘅。用嘅受眾，我係嘛包嘅條條，已經係創造事情。係講，佢常常揾你做嘢法，我也試過一條。我嘅意思，係興啊，本気。冇唔錯㗎，唔係黑化你呀。係講啊，唔似是阿包嘅話，也係提供1000呢。我唔似，我簽埋。我做唔到。誒呢，明較清楚啊！阿叔同講過幾多擺，誒兩曬去做空調算嘅呀。人哪再去看啦？啊依啊，地狀蛋你聽聽啦，冇看啊！你聽我 healthy 嘅啦，唔看數咧，可能用個討論章來講，我一下面到啊，一道事情啊，都較做得會比較好。按你這樣有辦法繼續合作下去。
会照顾老祖。想较清楚啊！好啦，电看所咧，看爱讨论，也系要合作，也系要严格。阿叔一天都要电。阿希啊！你拄转来哦，你唔知出太事情诶。弹道比对的结果，打死黑松的那把枪跟杜一荣上次攻坚时用的那一把一模一样。我的，那一样。想念遥远的故乡，海洋不在我身旁，微风轻轻吹。